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1，诗篇59篇9节到10节安尼讲：我的快乐啊，我要望你，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，我的上帝要用慈爱迎接我。上帝要予我看见我的对德受报应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慈爱迎接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上帝，你是统管世上万物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！你赏赐阮福气，予阮来领受。你引带阮行伫稳定的路。主啊！伫你大权能的圣手保护下，阮通得到属天的喜乐甲平安。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坚固石盘，阮的愿望在伫你。主啊！阮要专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！虽然受敌四面围雷要攻击阮，总是你是阮的快乐，阮要望你，因为你是阮的高台。主啊！你要用慈爱迎接阮。主啊！阮要倚靠你的名来得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